来看世界上高峰圣母峰，若是总共一世人有才调爬起哩一届，就已经是真熬啊！也毋过伫尼泊尔有一个54岁资深的雪巴人，伊的工课就是专门带人去爬圣母峰。但是论真甲算起来，伊爬起哩顶悬圣母峰的山顶已经29届啊，打破世界纪录。This is never summit made 2030 or 28 summit Everest. 这是尼泊尔雪巴人卡米瑞塔 Instagram 伫2023年5月23上传的影片，毋过就伫杂志瑞塔个刷新个人纪录。迄一天早起7点25分，伊带爬山的人爬到海拔8849公尺的圣母峰，完成第19摆登顶，超过个人的纪录。伊所属的乡土公司连发2批文章祝福，真侪山友也进入社群媒体祝福瑞塔。有人讲伊是顶顶超人，有人落回俄罗伊是圣母峰神仙。爬起圣母峰是真侪爬山冒险家一世人愿望。54岁瑞塔顶礼拜伫 IG 写：我的工作是其他人的梦想。这回水平是真正全力带爬山的人愿望的感受。伊做爬山向导雪巴人超过20年，因讲是每一年拢爬起圣母峰。伊头一摆爬起山顶是1994年。每一摆爬山进前，雪巴人拢会举行祈福仪式，祈求登顶顺利。除了圣母峰，瑞塔也成功爬起世界第2关山，在巴基斯坦海拔8000公尺的溪土。瑞塔纪录捌互另外一个雪巴人爬山打活足平。瑞塔伫去年2摆爬起上关顶了后，佫摕回上侪登顶次数的补助。伊讲，伊将登顶看作是一项工作，无想过要拼纪录。今年登山季，尼泊尔当局已经发出414张爬山许可证，伊也甲以前共款继续带山友爬起梦想的上关顶。公司新闻郑淑芬报道。